第5章，凡若信耶稣是基督的，拢是对上帝来生；凡若疼生伊的上帝，也的确疼对上帝生的。咱若疼上帝，搁遵守伊的诫命，对安尼就知影，咱疼上帝的囝儿，咱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疼伊，并且伊的诫命毋是恶守的，因为凡若对上帝生的，就赢过世界。互咱赢过世界，就是咱的信心。赢过世界是一罪呢？毋是迄个信耶稣是上帝的囝吗？这借着水甲血来的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毋是单用水，就是用水搁用血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做见证的原有3项，就是圣灵、水甲血，这3项也拢归伫一个。咱既然领受人的见证，上帝的见证搁较应该着领受，因为上帝的见证是为伊的囝做，相信上帝的囝就有这个见证伫伊心内。毋相信上帝，就是将上帝当作讲白贼的，因为毋信上帝为伊的囝做的见证。这个见证就是上帝赐予咱永生，这个永生也是伫伊囝的内面。有人信上帝的囝，就有活命；无有上帝的囝，就无活命。我将这话写予恁信奉上帝囝儿的名的人，是要予恁知影家己有永生。咱若照着伊的旨意求什么，伊就听咱。这是咱向伊所存好胆无惊的心。既然知影伊听咱一切所求的，就知影咱所求伫伊的，无毋得着。人若看见兄弟犯未到伫死的罪，就得为伊祈求，上帝的确将生命赐予伊。到伫抵到死的罪，我就无讲，着为这个罪祈求。凡若不义的事，拢是罪，也有未到伫死的罪。咱知影，凡若对上帝生的，的确无犯罪。对上帝生的，的确保守家己，迄个恶者也就无法害伊。咱知影，咱是属上帝，全世界拢倒伫恶者的手下。咱也知影，上帝的囝已经来到，搁将智慧赐予咱，互咱认捌迄位真实的。咱也伫迄位真实的内面。就是伫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内面，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细囝，恁着自守，完备5项。